来看国发会今仔日立法院报告，条约拢正关心台积电去美国投资，敢会造成关键的技术甲人才外流。正做台积电董事的国发会主委刘景清是表示讲，伊相信台积电会做好风险的管控，嘛袂烦恼讲人才会外流。伊认为讲，咱台湾企业国际化是趋势哦，嘛会相信台积电有能力行向世界。台积电宣布伫美国增加投资，引起外界烦恼。台积电恐惊会变做美积电。在野党立委表示，国发基金持股台积电6.38%，敢若去年第三季股利收入247.9亿，对台湾的经济贡献袂小。台积电的技术领先性是竞争力的关键。台积电相信上关键的技术，真正敢袂过去美国。你认为，在台积电赴美投资 N-1就能够保证保护台湾的角色地位吗？台积电在南京设厂20年，它没有任何机密外泄哦，它没有任何机密外泄，反倒是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公司反而有控告一些员工把机密带到对岸去，所以机密会不会外泄，完全在一家公司的管控。甚至执政党立委也烦恼，因应台积电需求，部分半导体供应链也会前进美国，敢会造成台湾供应链外移出走的现象，甚至台湾人才流失的问题。您担不担心台湾的人才已经面临不足的状态，会不会又被磁吸过去，一窝蜂的全部往美国跑了？我们跟台积电本来就有沟通，然后那台积电的做法是这样他一定要用台湾的人才跟台湾的技术，因为他们告诉我的说是台湾人才是最好的，所以他每一个最新的制程一定在台湾。国发会主委刘景清强调，回答来台湾设点未变做台湾回答，也未将关键的技术来泄露。微软等企业来台几啊年也拢同款，所以相信台积电有能力保护家己，也爱支持台积电前进全世界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